配合特區政府原居安老長者服務政策，街坊總會多年嚟積極開展各項嘅居家養老服務，包括屬下3間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2隊嘅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隊、平安通長者關懷服務網絡、長者社屋緊急支援及日間中心等服務。總結去年長者服務大約係1321574人次，舉辦活動同埋班組嘅次數大約係6898次，處理755宗嘅個案。街總屬下嘅澳門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去年係獲得特區政府授予2025年度社會服務獎章，獲得呢個榮譽無疑係對該服務過去17年喺服務特區政府方面嘅高度肯定。平安通喺2009年3月投入服務，持續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嘅緊急服務同埋生活支援，使到使用者可以通過簡單嘅一鍵求助方式獲得即時嘅回應啦。現時服務嘅使用人數係達到5290人。喺2026年嘅1月1號開始，特區政府推出85歲以上嘅獨居長者同雙老家庭嘅豁免使用平安通嘅服務月費政策。呢一項措施將會惠及更多嘅長者，豁免嘅對象亦都會逐步下調至75歲以上啦、65歲以上嘅獨居同埋雙老嘅長者嘅。去年底喺新城 A 區開設咗第3間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康進日間護理中心，一共提供40個服務名額，為體弱同埋失智症嘅長者提供日間嘅訓練同埋照護服務。喺社工局嘅支持底下長者關懷服務網絡喺去年成立樂耆連線長者社區服務隊，結合地區上面各個合作伙伴單位，通過外展嘅方式深入走訪到各個社區，主動發掘並且係識別處於高風險嘅隱蔽長者，並且由專業嘅社工介入去提供支援，因應個人嘅需要協助佢連結社會嘅資源，加強佢嘅社區支援網絡，減低隱蔽長者因為缺乏支援而產生嘅不幸事故。咁近年亦都係積極探索科技賦能喺社會服務當中嘅應用場景。24年底長者關懷服務網絡喺原有嘅服務基礎底下開展樂安居獨居長者支援服務先導計劃，通過鼓勵長者下載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每日嘅步行數啦。服務單位通過後台監測，可以及時識別同埋關懷步數異常嘅使用者。通過手機應用程式，亦都可以推送最新嘅社會資訊俾長者，進一步鼓勵長者體驗應用科技輔具，同埋促進佢同社會嘅聯繫，同時提升佢嘅個人健康管理意識。呢個項目喺開始嘅首階段係以政府長者公寓作為試點，至今已經拓展到全澳各區，現時登記使用嘅人數已經達到1350人。未來面對人口老齡化嘅挑戰，街坊總會長者服務嘅團隊將會持續探索科技賦能喺社會服務中嘅應用場景，並且同社會各界攜手前行，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好一個準備，使到每一位嘅長者都能夠喺社區上邊享有具專業同埋幸福嘅生活。